基本上一开始，其实我们球队的球员都没有在进入状况，然后到了第四节，基本上我觉得我球员开始放松了，然后有些就变成自己在单打独斗。那前三场会领先，是因为我们总要快攻跑得不错，然后我们的合作做得不错。但是到了第四节开始，反而我们在单打独斗，然后变成说攻击完没有人回防，然后被他们一波8-0吧，然后分数被追上。那后来还有一个暂停，让他们稳下来，还是我们球队还是打团队组合啊。那当然达佑在球场上本来就是一个箭头，那我们也是都是鼓励他去进攻，那他其实也表现得不错。那只是说我们今天让狠头真的是得了太多分了，然后可能分数一直拉不开的原因。谢谢大家。谢谢教练。那接下来请达佑谈一下，就是其实第四节的时候，我们有看到就是 Q 帮你清出了一个康庄大道，是不是平常就有特别练这样子的练习呢？或者是说在第四节的时候，怎么样跟队友做这样子攻击的配合？其实平常的时候，就是不管是 Q 还是碰碰，都会就是做一些卡位动作，然后让我们这些锋线做一些上篮。其实练习的时候就是会做到的，所以我们就是有保持领先的默契这样子。对。好，谢谢。那阿燕也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今天这场比赛你的一些就是看法跟自己的表现吗？主要我就是上去就是做可能达佑平常不会做的事情，因为这个球队是有历史的球队，就是很多快攻，那些传球 timing， 那可能是他还在学习的地方。那我就是上场就是做，就因为教练就是叫我上去，然后做给达佑看，那我就是照着教练的指示，然后上场去执行这个东西。球员很努力在做，然后第3、4节，其实我们比较走进我们希望要做到的节奏，跟我们这一周的练习的重点。那问题还是比较大的是第1节，然后我们的球员进入状况比较慢，所以第1节问题比较大。然后再来就是在双阳将的时间。那个塔比在球场上时间稍微少了一点点，今天陷入犯规麻烦。那今天他的命中率有稍低了一点，对啊，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如果在双外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多发挥一下，然后可能今天比赛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对啊，那这很肯定我们的那个勒当天，对啊，他在受伤回来第1场就能够这样表现。对啊，那我相信会越来越好，他会越来越好。对啊，那今天其实命中率还稍微低了一点。对啊，不过他是有达到我们今天赛前设定的要求。对啊，那比较可惜啦，就是我们的球员在整场没有办法维持一样强度，那这就是他们必须要去成长的地方。对，大概就是这样子。好，谢谢教练。那我们也请国豪谈一下，其实今天是自己的得分也创下本季的新高。那虽然说最后球队没有赢球，可不可以谈一下自己觉得这场比赛做得好的地方，还有哪些地方是觉得可以再更进一步一些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很渴望赢球，那我觉得最终还是很可惜。那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好的地方就是在下半场就是有进步的地方是在于要怎么把球队带起来。平常就是我跟总教练或者是助理教练去讨论或者是去学习。那不好的地方就是我想我们的沟通包括自己身为一个控球需要多一点沟通。对，那最终还是说我觉得很可惜，但不过没关系了，我们还是有机会。对。